平台經濟亦有助製造就業，尤其是學理技術要求相對較低嘅職位，以致釋放一啲非一般嘅勞動力。例如香港送外賣嘅服務就比較多少數族裔嘅參與，原因之一係唔需要有較好嘅中文能力。又例如文件送遞嘅服務就特別多長者嘅參與，估計原因之一係受惠於香港嘅2蚊乘車嘅優惠，有助降低呢個運送嘅成本。平台經濟嘅興起亦產生咗一啲問題，其中之一就係對平台工作者嘅保障。由於佢哋往往唔止係為一個平台服務，好難亦未必想同某一位僱主建立呢個傳統嘅僱傭關係，因而缺少呢個勞工嘅保險、退休金等基本嘅僱傭保障。內地而家以正視有關呢個問題，提出咗一啲政策嘅措施，指導相關企業同埋平台加強保障平台嘅工作者。不過，我哋要謹記唔好因為要作出有關嘅檢討同埋規範，而嚴重妨害咗平台經濟嘅發展，繼而令到佢帶嚟嘅效益同埋好處消失，包括便利消費者、降低營運成本以及促進一啲基層嘅就業等等嘅作用。